3月21号发生在江苏省盐城市的化工厂爆炸事故，造成当地空气、雨水弥漫着严重的超标致癌物。不过，事发3天，中共当局声称环境监测一切正常，学校恢复上课。受江苏响水爆炸案的影响，中国股市科技类股在上周五一致跌停后，25号再度暴跌。响水爆炸不仅影响中国股市，环境污染更引发民众关注。民众担心爆炸导致化学物外泄，空气和水源都会受到污染。有报道指出，爆炸发生后，当地持续发布监测数据，空气和水体污染物都出现超标。爆炸下风3500米处测得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浓度超过空气2级标准的57倍和348倍。另外，化工园区内的河道检测出二氯甲烷、甲苯等有机物成分最高超标近9倍。3月24号，中共官方举行第3次新闻发布会，强调检测一切正常，所有受损学校已经完成维修，25号将全部复课。布置教室，明天上午所有的学校都将全部复课。不过，当地居民已经开始抢购瓶装水了。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静元表示，当局强行复课的目的是想营造一种假象，通过这种行为来暗示事故已经告一段落。这是一种转移焦点的一种淡化政府责任的手法。中共呢，它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这个环境呢，它还没有被污染，没有被毒化。那么其根本动机呢，是想借此来降低这一次事故的严重性，从而来打压国内外这种高涨的追责的这个呼声而已。据了解，化工厂爆炸后燃烧超过10小时，有毒气体弥漫厂区及附近区域。讽刺的是，在学校复课前夕，江苏省盐城军分区出动大批民兵，戴上防毒面具到现场进行所谓的封堵河道、防污染。唐进远认为，这是中共当局典型的自欺欺人，在环境安全还没有确实落实时，让学生来上课，其实就是故意杀人。那么现在官方强迫学生来复课呢，它其实等于把大批的孩子当做了中共掩盖这个丑闻的牺牲品，同时呢，也把这些孩子当做了第一批来测试这个环境安全与否的小白鼠。目前已知，不排除有遇难者在爆炸中气化的可能。江苏省无锡市民间环保人士吴立红对官方公布的数据持怀疑态度。你看，天津大爆炸以后，在2016年到2018年整整3年里面，化工厂污染3年里面620多起，造成共728个人直接死亡。实际上，这个数据还是隐瞒的，这个数据是官方共产党官方的数据。吴立红表示，环境污染、化工厂隐忧这些问题在中国没有办法解决，更别指望政府会给出正确的死亡人数。当局显然采取措施大力维稳，严控舆论走向。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批评言论遭到删帖。跟我当年一样，我举报太污染，我告他们说了真话，把我送到监狱去。他们那里也是，现在谁一说真话就要谁倒霉。2015年天津爆炸事件后，流经天津的海河等河川都出现鱼群暴毙的现象，毒物外泄的疑云也让天津居民人心惶惶。然而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共官方的灾后数字却显示为一切正常。